闹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闹台语，国内外大小事咱为头来讲起。咱看到经过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组疫苗组 ACIP 开会讨论了后，决定要予6岁到11岁幼囡仔注新冠疫苗。不过过一寡时段也是袂放心，想讲到底是爱注莫德纳，或者是等到咱台湾买到 BNT 疫苗了后才搁注？有注惊乌影，无注惊吊顶。到底这两款囡仔疫苗有啥物款的无共？另外，核对国际资料和数字，要带大家做伙来比较。时间到主播陈念伟。讲新闻闹台语，重要大细事为头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念伟。最近台湾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。过去只有大人会当注射疫苗，啊，毋过即马连囡仔嘛会当注射疫苗啊。伫台湾，伫4月17的时阵，有通过6岁到10岁囡仔会当注射这莫德纳疫苗，每一个囡仔会当注射2剂疫苗，这2剂大剂都是52克，都是大人注射量的一半，啊，加时间要加12礼拜。即马算起来，全台湾拢总有120万的囡仔会当注射这疫苗。好，这是咱台湾的情形。另外来看卖外国的情形又阁是安怎咧？目前外国会当通过讲莫德纳啊，阁有 BNT 这疫苗会当互囡仔来注射。来看卖莫德纳这疫苗开放注射的年纪是6岁到11岁，注射的量是大人的一半，差不多是52克。来看卖这 BNT 疫苗会当开放注射的年纪是5岁到11岁。注射的量是大人的1/3，差不多都是12克左右。这2种疫苗注射了后，会出现副作用，感觉忝、头痛、发烧，啊，有酸痛这情形。所以大人看到囡仔注射了后出现这情形，是毋免伤过烦恼。啊，毋过爱特别注意的代志，就是过去无想要互囡仔来注射疫苗，是因为囡仔有可能出现较严重的副作用，就是这心肌炎，啊，有心包膜炎的情形。啊，毋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了后，所发现讲，囡仔就算注射疫苗，得到这较严重的情形的比例，其实是非常低。所以民众家长是毋免伤过烦恼，会当放心，让囡仔来注射这疫苗。除了这真严重的问题以外，其实大家无想要让囡仔来注射疫苗，是因为就算囡仔感染了后出现重症，还是死亡的比例，其实是非常的低。啊，毋过最近伫台湾所出现这个代志，就是有一个2岁查甫囡仔，伊竟然感染了后，佮出现重症，啊，佮死亡的情形。代志到底是安怎发生咧？来看卖，原来是伫4月13的时阵，伊爸爸确诊，伊6岁姐同款是快胎是阳性。到4月14的时阵，下晡4点半，厝内底人发现讲，这查甫囡仔竟然叫袂精神，代志大条啊，赶紧敲电话互中和的卫生所。啊，毋过电话敲了半点钟了后，一直敲袂入去，所以伫下晡6点的时阵，第一摆敲电话到消防队。伫下晡6点半的时阵，消防局通报这卫生局，啊，卫生局嘛同意讲，会当互这消防局派车来送囡仔到病院来做治疗。所以伫暗时的7点半的时阵，囡仔总算是到病院来做治疗。经过6天的时间治疗了后，这查甫囡仔不幸也是伫病院内底过身。所以大家就开始来做检讨。第一个嘛是上重要，伫检讨的代志就是讲，这个囡仔明明就是伫4点半的时阵出代志，啊，毋过为虾米到暗时7点半，过了3点钟的时间了后，才送到病院？敢讲这3点钟就是耽误治疗的重要时间。所以这指挥中心就马上宣布讲，无论未来这确诊的人，还是带做伙伫厝内底隔离的人，只要有性命危险。唔免等这卫生局派车甲你送到病院，你会当家己选择讲，会当家己坐防疫客灵车，还是用亲戚朋友来接送，家己开车，还是行路到病院来做治疗。希望这不幸的代志，莫搁再继续发生。所以来看卖讲，囡仔感染了后会出现什么款的症头？有一种非常严重的症头 ，MIS-C 会出现气管的症头。第一类就是一直发烧，发烧了后，佮加上胃痛、直直吐，啊，佮目睭充血，这情形。家长都要特别注意啊！另外，更较严重的代志就是，囡仔若无法度喘气，出现一寡行为怪怪，家长都要马上把囡仔送到病院。好，除了囡仔的问题了后，所来传来看卖台湾的疫情愈来愈严重，真济台湾的民众出现这轻症，伫厝内底隔离，还是厝内底来做治疗。啊，毋过伫厝内底到底要安怎领药啊咧？即马政府就释出这药师送药啊到厝的服务，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800间的社区药局来参加这个计划，民众会当透过这2种方式来做领药啊。
啊，不过即马都出现一款问题啊，第一个就是无药啊会当送。无药啊会当送，原因是因为全台湾即马本来都有一寡药啊是来欠货，另外即马嘛欠人欠时间，因为药师做这个服务的时阵，大概爱开30分钟到1点钟，所以这个问题就愈来愈严重。第二个问题就是讲，到底要安怎收钱呢？因为这个药师无可能甲确诊者有接触，因为接触了后就会增加这感染的风险，所以这个问题拢是未来爱做检讨，啊，个来做检测的代志。另外，台湾疫情愈来愈严重，所来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无法度知影。啊，毋过希望这资料会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，对大家有一寡帮助。这都是今仔日唠台语讲新闻时间。